地球用文化来写台湾反抗的精神是，也个卖盐1947卖盐是其中非常重要的一部代表作。也卖盐1947卖盐，唐也个名就伫写1947年的218天。这本书是完成在1990年代，也是立球新浪给起家自费出版的一部长篇的小说。也个小说老给之前的结义西来安，还有寒夜三部曲非常无相同的地方，所以才一个也上下两本，第一册上册把了非常多的行李，伊整理了也个有关210天的历史档案资料，还有特殊的让去访问的所得到的消息。下册来源的下册主要就是用文学的方式，底下一个在210天抒怀的一张悟性，用版型在一种非常羞辱耻辱的状态底下怀孕，然后讲下来一个生意呢，按用一个单亲的家庭，用版型在一种克服自家女性低度，对过去也给团历史的一种怨恨，还有一种羞愧慢慢的提出一种什么样的出路建立起自家的主体性，在小说的居民基本那个因为罪而生下的小孩朴实，也考上了那个建国中学。建国那两张诗，在那个卖盐1947卖盐地方，要有非常深的一个象征的意义。在那片不但讲一下历史，心中有的是李若斯、李乔，他开始去反省人生命的主体性，人的生命如何来到世上，有非常多很无法度限制的。比方讲，像卖盐1947卖盐地度的那个后生人朴实，一些阿美国人强暴这样子的状况底下生下来的，而且是被敌人强暴，是被统治者强暴生下来的。那这样的一个羞辱的生命，用版型去请出自家的透露，用版型过去的历史就讲认识那个真相，然后得到一个调伏，一个和解，甚至是一种超越，然后去倾听掉哪个什么样去透一模拟的，然后用版型在用型被羞辱的历史上，重新去建立台湾本身的光荣感，台湾未来的道路。喺卖盐1947卖盐，地球留下来嘅一个非常重要嘅课题，供大家来想。